2月16號，擔起新任警察局長方陽林正式就任，不過因為伫市長5月提日內，這2黨已經換了4個，上午議會臨時會開議，以為王家珍就率先開炮，批評警察局長一換再換，根本是糟蹋台南的治安。加上這國民黨籍議員嘛對着警察局長換人提出質疑。基層員警的聲音。議長，我想您很清楚，我們請黃市長解釋一下，他跟中央是不是溝通有障礙，所以拿我們台南的治安如此這般的糟蹋？因為這純粹是蘇院長本身政治利益、政治派系鬥爭所來的。啊，這個局長袂歹，這個局長是一個真有架勢的局長，吼，伊也袂去為政治服務啦。我希望你愛有擔當，愛一個標準。莫任由中央的炒作選舉影響地方的治安。面對在野黨批評的聲音，市長吳偉鐵回應，伊甲中央的關係無好嘛無歹，警政首長上要緊是要擔責任。嘛認為當時國民黨要求詹局長離開，現在閣講換人上接。那個時候要求詹局長離開的人，我相信也不止一位。那現在時空背景又改變了，詹局長離開了，然後方局長來了，又變成說。這個更換頻繁，我就不知道這樣子的一個部分，我們當然尊重這個議員先進們的對於一些治安問題的指正，我們也都願意努力的去改善。但是基本上，警察能夠這個把事情做好，這是最重要的。當然，一般民眾在意是治安的好壞，市民連上市局長恐驚嘛唔知影。不過，徛佇議員的角度，認為局長一換再換，並不是好現象，嘛應該尊重公務體系穩定。但係新聞管制林根採訪報道。